欢迎收看今日的福气来，大家好，我是赵伟。一开始本大家看安尼的样片，你有没有觉得我自己就觉得给马皮哦，跌鬼踢哦。开始讲吼，你客家戏剧是非主流的音乐，跟豫剧来讲，可以说是非主流中的非主流。当然啦，我同大家同样同好看，不过对豫剧的了解可能没有那么的深入。今日同欢喜而抢到台湾豫剧团的团长庞粉之庞团长。主持人阿伟，还有你收看福气来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豫剧团团长庞粉之。阿粉哥你好，啊你他亲切嘛？我跟你讲哈，当然要介绍另外一位这个豫剧团的大腕之一，我们欢迎这位演员萧杨玲萧小姐。主持人还有你收看福气来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豫剧团演员萧杨玲。哇，讲得很好呢！阿粉哥那边客家语？我苗栗，我妈孙的山竹妇人，我爸做闽德水库人。哦。不过正常顺来，相旁应该是竹洞嘅差不多。旁，你讲旁屋啦？嘿，旁屋。竹洞，旁屋。唔得讲開放。講開了，每天啊，每天呢就用開放呀，戲院就插進來。哦，那我們的楊玲姐，楊玲哆瑞咪，是不是很多人這樣開你玩笑？是。好了，楊玲姐，聽你的口音，我覺得你應該不是台灣人吧？我是祖籍廣東梅縣。你家米族嘛，米族一樣啊，是客家人呢。是，对。那因为很早就进了剧校，所以反而在这个客家话的这个说的上面比较不太说，那也比较少听到。然后那进了剧校就要学河南戏，对，所以要学他的那个方言，所以就变成客家话听得微微听得懂，但是呢，真要说不太好，说不出来。不要这样说，不要说，毕竟我觉得演员嘛，这语言能力也没懂好了。如果听不懂的，我们就可以问团长。不会啦，我们就开心的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台湾豫剧团啊。我们刚看到那个影片，团长给样片介绍一下。嗰啲樣片哦，都始演2000年㗎都。2000哦，給一舊咯。哦，17年前了。哦，算有17年前。給你非常喜歡的海玲老師。王海玲老師，國寶級嘅戲劇演員王海玲王老師。哦，家都給國家戲劇院演出嚟。不過都給外家是很忙到戲劇界。我很多個諾貝昂來昂去。經常有機會接觸到我哋台灣，我們講豫劇團客家話有冇講？粵劇演哈，那台灣豫劇團啦，你有機會接觸到？你啊吼，雖然沒做講因緣際會啦。我88年加選到台灣戲劇學院，加很多戲曲專科學校就96年加去國光劇團，就這樣開始行入嚟，就走進這一個
不归路了。慢讲，哎呦，你们这样走不归路，后面才能够往前走啊。我们讲走戏曲这条路哦，老实讲，我有一定的热忱。嘿，当然，就像我家一开始讲的嘛，你看客家戏剧没强的，要有人的好，要有人的戏法，要有人敌。系啊。那豫剧团更不一样了，知道吗？我讲到豫剧团，我们讲河南豫嘛，哈。可是我们就不懂豫剧团跟一般的剧团有乜嘢唔同樣嘅地方。然後一般的嘅劇團哦，豫劇團哦，嘿，你講河南梆子呢？哦，河南梆子佢講，蔥家哈，它有一個樂器叫梆子，哦，做兩支棍的都會敲，哦，啊蔥家吼嘅節奏啊，做填那個梆子都個走。哦，幾特色係咁樣。係，幾特色做咁樣，韓國蔥家吼嘅個聲音啊，嘅嗓啊，同高亢。蠻有 power。係，冇錯。啊，佢佢蔥家吼，你唱南威嘅京劇啦，佢一擺用假嗓。係。不過你倆嘅豫劇啊，佢會用真假嗓。哦，真假嗓主要混搭使用啊。技巧係那無強用啊多。哦，嘅出你看到的京劇也好，國外戲也好，它無強用。無強用係。哦，原來豫劇是這樣子來，就一般來講，一開始可能你河南那邊。他們傳統的戲曲，好，團中公案都，當然大腕演員來了，怎麼能不讓你好好的表現呢？楊林老師，那你可以幫我示範一段什麼是河南梆子嗎？好，那我就唱一個這個我們的豫劇呢非常有代表性的《香囊記》裡面有個抬花轎，就唱前面一句。好，一句啊，我要準備什麼嗎？不用。是，好，來。驸馬外，山炮，那花花着旗动啊嗨，那嗨呀嗨嗨嗨那嗨呀嗨嗨咿呀那呀嗨，那嗨嗨嗨那嗨嗨嗨那嗨呀嗨，咿呀嗨嗨那呀嗨嗨那嗨呀嗨，那嗨呀嗨咿咿那嗨呀嗨呀。哦 ，Bravo！ 哦，团长来听啊，意思哎，刚刚团长说，其实一般京剧来讲，其实假声比较多，就是所谓的假音比较多。那豫剧的话，它其实很扎实的，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比较高亢的时候，它必须要用假音顶上去之外，还得要用点真音。这个功夫其实很不容易哎。杨姐，你学豫剧多久了？我是11岁进剧校。11岁，那你现在不才18吗？是，对，是，永远的18，11岁对。对11岁，哇，这么小啊，就进豫剧团嘛，还进豫剧学校？那时候是在国光艺校。国光艺校豫剧非常有名啊，是非常有名。那你为什么会有兴趣要学这个豫剧？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小的时候就对表演有兴趣。那其实真正进到豫剧呢，也是一个无心插柳，只是觉得说我喜欢表演，然后呢刚好有个机会，就是说剧校在招生。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好，那可以去剧校学这个表演演戏，觉得是有兴趣，就想说就去考试，然后就进了这个剧校。那其实当时进剧校的时候，并不知道我自己学的是哪一个传统戏。其实对于我们还小，对，11岁国小5、6年级，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干嘛。对，后来呢？后来呢，就进了学校。那进了学校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呢，我平常在家里面，在电视上面看到的那些什么戏曲的演员呢，原来就是我现在跟着这个王海玲王老师的老师。对，他就觉得哇，原来老师在舞台上面表演的那一出戏，其实我在家还没进剧校之前，在电视上面看过了。我这种人生当神奇哈，有时候老天爷就是安排好了，他就是给你一个 sign， 一个资讯，一个预告，他告诉你说你的人生路就是要这样走。11岁进去，那前前后后学了多久？我们要做课要做9年，服务1年。对，那时候国光艺校算是公费军职，对，军职嘛，是那等于是军校生呢。对，是所以要服务1年，这样前前后后加起来，那是很扎实的训练。当中有没有想过说
好累哦，根本就是想象归想象嘛，实际上念的时候呢，你们实际上念的时候觉得好辛苦，而且每天很苦，就因为呢年纪很小，然后进到学校以后就，我们就像当兵一样，就是你不能回家。然后除了放集体生活，对，暑假寒假才可以放假回家这样。然后每天的功课是什么？每天早上大概5点就要起床，吊嗓子。对，要喊嗓。喊什么？就真的像我们在影片看到的吗？就是对，然后因为刚好我们的营区旁边就有一个大操场。然后呢，那我们就会在那个大操场上面，然后很冷，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咿咿啊啊啊这样喊嗓子。然后呢，老师喊完以后，还要把老师教的戏，你还要再唱一遍，练习一遍。然后喊完嗓子之后呢，就要回去稍作这个整理休息一下。接下来就是我们讲的澡堂功，就开始要拿顶、下腰，就是倒立功夫，对倒立，身段。对，身段还不是，那还没，那就是基本功。对，那叫基本功。应该是讲说是毯子功。毯子功哦，毯子功。毯子功就是要翻跟斗的，要翻来翻去的这样子。然后翻完早上呢，毯子功练完以后呢，就吃早餐。然后学科也是非常注重，对，很注重的，因为可能学科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我们看到影片上面，这就是现在吗？还是当时的？这个是2000年我们排这个杜兰朵的时候杜兰朵是不是？这个在排练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想起以前在念书的时候的排练？是有还是有对，就是这个杜兰朵就回到我们的主题了。我们刚刚从影片一开始就看到杜兰朵公主，对，其实我们很熟悉的这个剧，竟然在台湾的豫剧团里面这样的呈现，对不对？等下真的你就底老师按腔，还有 N A 团中按用心。你要知道台湾豫剧团会带来什么样不同视觉上还有听觉上的享受，莫这块大家赚了。
心有苦来。山不漏水，不自高不自卑，平平淡淡，踏踏实实，是一朵小花哇！杨林老师，你真的感动我，都要哭了。来，我们送上卫生纸吧。我听个豫剧也可以哭啊！是。给你懂分享哦，倡导的台湾豫剧团的团长阿飞哥。你眼眶也红啦！哎呀，铁汉柔情。还有刚刚为我们演唱这个《杜兰朵》，应该如果我们知道的是《公主夜未眠》这个桥段，我们欢迎杨林老师。这一出戏呢，刚刚我唱的那段呢，就是这一出戏最精华的部分啊，就是说他其实。就一个歌者来说，我觉得还有一个演员来说，我觉得你最棒的部分就是说，你已经情绪投入了，你还必须要 hold 住那个声音也好，感情也好，还有最重要是声音，因为你如果断了，你知道哭着唱歌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而且你的情绪的转折让我非常非常的佩服你啊！我仿佛也看到了，就像我们在上一段节目讲到，就是说你从小学豫剧，可能真的很辛苦的部分，到现在真的成为大腕的时候，那个心路历程也很像这一段很精彩的，从一个小花蕊，你必须要很茁壮、很坚强的为自己、为很多很多的事情而努力而活下去哦。团长来，考验一下呢，我们的杨林姐刚表现的怎么样？其实蛮感慨的哦。杨林一路这样走来，是。当然有其辛苦的素材啦，不过哦，跟你讲，做一个戏曲演员，没有叫苦的命，没有那个资格，对不对？最主要是没有那个资格。故所讲学习的过程，当然有很多，你看唔到嘅，背后嘅很多因素的，根本佢做得起到了，你也觉得你看到他真的发光发亮的，你看完全我们不用道具，我们就是一个人一个声音，你就可以看到了画面，我们仿佛看到了整个台湾豫剧团这一次要演出这个扣人心弦、磅礴的戏。2017这一次叫青春版《杜兰朵》，这个跟你过去这出戏几年前演过？几多年前走过？17年前。17年前。17年前。哇，17年前的戏，我们经过了17年后。再重新演，那这个青春版跟我们过去的所谓的正式版有什么不一样？我先讲一下说为什么会把它规划变成青春版的这一个部分。好，一方面是讲，有传承了。2000年刚是那个王海林老师嘛，2017年就问杨林嘛，因为记住。海林老师一个大弟子嘛，嘿哟，鼓手的传承算是嫡传弟子哦，嫡传弟子哦。听伊就讲，礼拜演出的演员哦，全部后生的啦。当欢喜，看到17年前，有等于讲莫讲17年，7年之后，7年前做，7年后再找个请玛莎来讲，玛莎来做，可能时空不同，演员不同，气氛不同，观众也不同。古少讲，要做到17年以后有安尼契机，迄团长自己的想法冇？你想法我唔敢讲啦，不过毕竟我是一个团长，我必须要负全责。可是家族太太家族都在讲啊，春天艺术节，你演嘛个，演嘛个戏咩，就都在想，因为
台湾艺术团近年开始做传承计划。那就像你做传承计划有头摆王爱玲王老师伫演过嘅戏后，又擘解做得高分了，子弟兵嘅哦，就想到杜兰朵17年了，我就拿迄个改看啊。系哦，啊，就遐全部三副亚本。底辈嘅演员也无，嘛个全部哦，伊嘛杀全部都落去哦，做编一出新嘅。来懂，来定下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干不变，但是我们让这个戏进化了，对，更符合年轻人也好，或者是长辈来看也好，哇，原来我们的剧团是有在往前走的。这个杨丽姐，这个从一开始2017你演的角色是什么？这次的杜兰朵呢，我是演杜兰朵公主，在17年前。17年前我演的是柳儿。是柳儿。对。从一个人家所谓的不是主角，晋升为真的是大腕的女主角。你自己在心路历程上面，你刚才唱那首歌的时候，因为我想让你哭个够，我想说我好好聊一下，你刚刚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应该是讲说，之前演柳儿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心态其实是非常单纯，就想说，演一个这个纯情的小姑娘，然后就是爱上了这样子的一个男主角无名氏，然后呢，那时候的想法非常单纯，就是纯粹就演一个开心的纯真的小女孩，而且你可以跟你的偶像海玲姐一起同台，那是很光荣的事情。对，那个时候呢，其实老师呢都一路上都是一直带着我一起演出。那一出戏呢是老师第一次呢，就是以往都是我演前面，他演后半部，然后我们都演同一个角色。然后那时候2000年的时候，就是他演一个角色，我演一个角色，等于是我们大家就开始那时候其实很紧张，因为觉得要跟老师好像要跟老师对戏好紧张，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放松心情，有老师带着就不怕。那这一次呢演杜兰朵，就觉得说哇，那个整个感觉不一样了，因为经过了17年，你对于人生的历练经验也不一样。然后尤其是这一段，其实那个时候就觉得唱这一段，你会觉得人是就是所有你就是那人事已非了，对，而且我相信有某一些部分，你一定是想到哇，原来海玲老师，即使我在当时17年前这么紧张，原来老师给你说的任何一句话，教你做任何动作，现在全部都成为你的养分。对，没错。如果老师有在看你，你想要跟老师说什么？很谢谢老师，应该说老师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她不光是在生活上面，学习上面都非常的照顾我，然后也很认真的指导我，包括她现在呢，她也都是非常在学习上面、艺术上面呢。他也给我非常多的指导，所以谢谢老师，真的谢谢你。哎呀，这是一个怎么样动人热泪的戏啊！等下再来跟讲 D9V 做的看也不戏哦，不要走开，让我们擦擦眼泪。哎呦，我董小安的节目都还忙到一半就给我安呢。贝尔斯列出戏真感动，值得看。好，讲一下，团长讲一下这个演出资讯吧。好，什么时候演出？杜兰朵列出戏，到5月6号暗晡头7点半。嘿，伫那边。5月7号下晝2点半到高雄凤山大东文化中心演出。哇，购票资讯，如果想要知道详细购票资讯，每周的请爷 FB 粉丝专业请到台湾豫剧团去做的。这个抢票哦，我讲大摆哦，我给社会曲也好啊，音乐也好，我跟你讲，这个一定都抢不到票。我也先预祝你们谢谢。好，可以哭够了吗？不过我像对懂人，譬如讲说吧阿妹想要一看的啦，或者是对豫剧特别有兴趣的年轻朋友。他们会觉得说，杜兰朵公主这我们印象中不是豫剧的呈现，对不对？在台湾会能够做这样的在地的东西，我觉得很特别。要不要请团长讲一下这个杜兰朵的剧情？简单讲一下，简单哦。我像2000年噶，我是先讲头前啦。好啊。这底部的剧情内容就分好啊。2000年到2017年，那17年的时间哦。如果要讲其实有传承有乜解咪吼，嗰個嘅地步，一定會
随着时代的不同，环境历史的背景不同，底部要做编发，有编发，冇做老调重弹做冇可能的吼。故说底部编发变拢用的，那你要像杨林老你乡亲朋友，太子家讲。老师不要说太多，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你要讲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杜兰朵的这个新的版本有什么不一样、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其实杜兰朵呢，他其实在剧情上面，他就是对于男人他有戒心，然后呢，那所以就是他就有了个3道难题呢。一边看我们还可以看到剧照哦。对，是。那你如果破了这个3道难题呢，你才能跟他成亲。是。所以那里面的这个落寞王孙呢，无名氏就是我们的男主角呢，然后他身边有一个烧火丫头，有一天就拿了杜兰朵的画像给他看了以后呢，然后他就为之惊艳，然后就想说他也要进京呢去应试这3道难题。然后呢，那他就进了京城，见到杜兰朵，2个人呢，有了那么一点点暧昧的情愫，对，然后那所以就这样，杜兰朵就他的戒心呢，防备就降低了，就让无名氏呢破了2道难题，哇，所以呢，那第3道难题，他就要怎么样的攻破？然后达到他的目的，然后能迎娶到公主，是对这样子，就整个剧情是紧扣的这些桥段。当然了，不同的演员、不同的诠释，就像杨林姐说的，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也不同，在融入角色上面的程度也会不一样。这就是这出戏我觉得最吸引人的地方。到这来告团长，周剧团还剧团模案简单，特别又像是豫剧团。豫剧团成立刚刚说几年啦？1953年其实都高雄所以就42年噶。大部分差不多60年的时间都在高雄咯。63年咯。按度顾少讲，按这么资深的剧团，其实它一定有它的困境在。特别是因为时间的俱进嘛，那有一些传承的东西，我们必须还是要去面对。我们讲的残忍一点是这样，你他剧团有堵到嘛？该特别的他需要克服的嘛？需要克服了，豫剧团佢民国85年以前因为佢算的是军方的飞马豫剧队的事情，故说。因为台湾豫剧团俩用的房舍全部都係军方家里下來嘅 Q 的啦，Q 嘅，嗰時候佢練功啦，也係排練啦，佢都冇適當嘅場域，嗰時候爭大概103年噶，爭嘅排練場整修，冇其實因為從豫劇團103年以前彩排我就看安布條，阮嘅日頭高雄嘅日頭強辣，就有做唔了，因為佢愛搭配燈光啦，嗰時候叫做安布條。你個彩排做看天嘅嘛。落水做。你落水唔做演唔得啦，就嗰時候做你就講星光彩排，做豫劇團做。講到動好堂星光彩排其實有動到困難啲啦，咩動到我哋知道希望動到企業家也好或者是各個官方的政府单位能够重视这样的藝文團體，我覺得我們必須要有這樣子的前人，像你們這麼辛苦的在經營。好背呢，譬如講，還有3年，你要有懂得戲劇學校嘛，有很多戲曲學校。那你們在推廣這個豫劇上面有沒有特別的計劃？其實就是要扎根了。你如果藝術教育，你怎麼去拓展觀眾？開拓潛在的觀眾。譬如講，除了觀眾好了，我們開拓嘛。那你有攀嘛？該發通後本太家除了劇，譬如說可以辦什麼夏令營啊，或者是什麼，然後讓很多小朋友也參與豫劇。有啊，你就講，因為豫劇團當年嘅青年，人哋有辦嘅豫劇體驗兒童營，叫做國小6年級。國小1年級到6年級啊，你係扎根咩？韓國我去學校地區戲曲教育推廣啊，演講也好，示範也好，能夠還有
教师研习啊，工作坊啊，掠到从掠下3月1号到18号，我掠很多个冈山文化中心，很多个做戏曲任意门活动，佢这边有教师研习营，没有工作坊，个剧种都有皮影戏、傀儡戏来种，一马上全部就传统戏曲，跟按理说讲，希望大家有兴趣的。上网站去找，好就可以参与这样的活动。我觉得让小朋友参与这样的活动，我觉得也蛮好的。是，搞不好就会像杨姐一样，你当时说的是懵懵懂懂，可是我觉得去找到人生不一样的方向。你有没有对如果说像你一样有对豫剧有兴趣的朋友，男男女女也好，你有没有什么话建议他们走这一行？其实。不管是豫剧啦，我觉得传统戏曲之美里面有的这个非常深奥。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或是小朋友，你们如果真的想要学习豫剧或是传统戏曲，真的要很热忱，有那样热忱，你才能支持得下去。这倒是真的。我觉得做很多事情都热情，要有热情，而不是3分钟热度。对。刚刚是杨玲姐嘛，就是从这个小时候感觉好像。聊到18岁了啊！团长，你自己做团长几多年？我3年半。3年半天。3年半。我知道你对俩剧团的感情，唔单枪3年半嘛。好，你对你自己的剧团有没有特别的期许？我的期许就是他继续扎根、发扬，然后生根在地，因为63年。必须要把高雄地区、台南地区、嘉义、屏东怎么去融入到这一个剧团里面的生活圈里头，我们还要再扩展。当然是全台湾是最好。我从俩台东啦、花莲啦，其实人哋都试个舞台车啦、那个大福特啦、那天天蛮耐去啦，就像个社区啦就有没有走没？因为一个剧团你必须要把你的名声要打开。对了，那么大块就封闭了。就一直是在那嘛。可以汤安讲安简单那蛮耐去啊，蛮山走啦，耐味走。做剧团的人同样，做剧团的人都一样，其实做很多事，特别是做剧团的，他其实。家庭跟事业必须要兼顾。对人家庭来讲，有冇可能对你做俩剧团有乜个？你发嚟讲冇？有人讲，我就讲，我从书无牧羊，或者是大禹治水，是没错。真嘅。來到台北，因為開會咩，爭我不搞到台北啦，我哋帶到台北咩，不過我3年都去到高雄啊，我說家裡面的人也要體諒我啦。還好，我朋友還蠻開朗，而且很支持你。對，主要是這一個，是，要不然就說男人成功背後一定有個推手。哎呦，不是推你下去，是推你往上。好，講那麼多，雖然我們在談笑中共案斗，然後呢，希望大家最主要、最實際的，就是進劇場看你們的戲，好不好？這個講一遍，禮拜你演出杜蘭朵的時間、地點。好，5月6號下午，晚上7點半，5月7號下午2點半，是。那麼在高雄鳳山大東文化中心演出台灣豫劇團，年度大戲《杜蘭朵》。好，跟除咗杜蘭朵，你看說以外，今年2017有乜個特別的演出嗎？還有今年6月初加要到大稻埕。啲台北的啊。特別大稻埕，棒打程咬金，還有洛陽橋。洛陽橋其實是房完工底杯給一樣會有楊林老師嗎？洛陽橋有。好，當然不止，我想不止楊林老師，我想劇團裡有很多很優秀的豫劇演員，都會在各地讓大家更了解台豫劇團，好不好？好，什麼？最美講一下，那個楊林老師有沒有什麼話要對團長說？剛剛團長看着你都是，其實我剛剛很想說，覺得團長其實這3年來呢，他在團裡面的付出真的非
非常的多，可以看到客家人的那种精神。对，团长只要就是早上或者什么，他都是第一个先起床，然后把该所有事情做了。甚至我们去演出，讲说开那大福特，团长都亲自开着大福车带我们到下乡去演出，以身作则。对对，就觉得说很感动，很感动，真的，团长谢谢你。真的，我们豫剧团之后还需要靠你的领导，真的。我觉得一个剧团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来拥抱一下嘛，好不好？谢谢。哎，看到安侯的卡，看到这么好的豫剧，你能够错过吗？千万不能，赶快上我们的台湾豫剧团的粉丝专页，好不好？也先预祝贵团的这个演出顺利成功，然后有新的剧再过来，好吗？沈梦颖，谢谢。本爱安侯的表演，好，谢谢你们，谢谢。好嘞。叫字叫色嘞！看戏之前，先运动一下，当然福喜来粉丝专页 Kimi 好按一下就好了，不要走开，带运动。